自我實現100日挑戰第26日。今日自我實現我返到啦，個自我實現啦，同埋咩玩我自我實現啦，玩個我自我實現啦，食不加一滴水的酸奶冰淇淋，我自我實現啦，又玩到動漫我自我實現啦，拎到卡片我自我實現啦，同埋咩玩自我實現啦，我自我實現啦，好搞笑啊！自我實現，我有講得好快。我有同埋咩玩接龍我自我實現啦，玩。又有佢就食魚，食好多魚，阿仔係咁食魚。今日我又返大陸玩得好開心，仲有同老公一齊睇阿仔。你睇啦，然後有試咗新嘅買嘢方法，買得好開心。仲有去同阿仔玩，同阿仔一齊儲嘢，然之後送禮物俾阿仔。自我實現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愉快，可以就 like share 同埋留言啦，拜拜，各位美女，拜。